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4月2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5篇，历代志上卷11章第1节到第9节，启示录第7章13节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宝座。从英文的文字游戏上面来看宝座，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身上颇有耐人寻味的内涵。宝座的英文是 throne， T-H-R-O-N-E。 那如果说耶稣基督他是宝座上的王，那么他是上帝所提升的。因为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提到了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甚至愿意死在十字架上。第9节到11节的经文这样说道：因此上帝高举他，及至于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民的名号，为要遵从耶稣的名，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得向他屈膝下拜，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同颂上帝的荣耀。而这个 throne T-H-R-O-N-E 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所穿戴的 thorn T-H-R-O-N 荆棘所得来的。所以这个文字上的对比让我们深刻的记住了耶稣基督他的权柄得来不易，这是一个重价买来的救恩，因为他戴上了荆棘 thorn， 所以上帝给他高升，得到了宝座 throne。我们昨天谈到了大卫受高利的事情，但是他从受高利到真正成为王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的顺遂，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努力付出代价，当然最后是因为上帝的保守，终于成为那一位统治了全以色列的王。我们看到历代志上卷11章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这样记载，标题说大卫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以色列所有的人都到了希伯伦来见大卫，对他说：我们是你的骨肉同胞，从前当扫罗还是我们的王的时候，你已经带领以色列人民出入战场。上主你的上帝曾经应许你说，你要做牧人，领导他的子民，做他们的统治者。所有以色列的长老都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上主的面前与他们立盟约，他们就膏立他做以色列的王，正如上主借着撒母耳所应许的。大卫王和所有的以色列人去攻打耶路撒冷，那时候这个城叫做耶布斯，当地的居民耶布斯人还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永远进不了城，但是大卫占据了他们的西安堡垒，从此这地方就叫做大卫城。大卫说，第一个杀死耶布斯人的人要做军队的统帅。约押，他的母亲是喜路亚，领先攻打，于是他做了统帅。由于大卫住在堡垒，这堡垒就叫做大卫城。大卫重建这城，从山的东边填土的地方开始修建，约押修建城的其余的部分。大卫一天比一天强盛，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与他同在。
的确，我们知道要领导一个国家成为一国之尊是不容易的，但是对大卫来说，有上帝的保守与带领，经历过了灾难困境，上帝赐福就领导他，因为他依靠上帝，顺服上帝的带领。约翰在启示录第7章13节到17节这样提到，有一位长老问我，那些穿白袍的是谁？他们从哪里来的？我回答，先生，你才知道。他对我说，这些人是经历过大灾难的，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净洁白，因此他们侍立在上帝的宝座前，日夜在他的圣殿中侍奉他。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要亲自庇护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太阳或任何炎热都不能烧灼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要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水源。上帝也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眼泪。经历了灾难，度过了艰困，在宝座上的羔羊将要牧养那一些跟随他的人们。如果上帝牧养大卫，大卫牧养上帝所交代在他手里的一切人民，这些人民在他的圣殿中宝座前来侍奉他，就必得牧养，就蒙保守。诗篇95篇颂赞之歌，来吧，我们来颂赞上主，来向拯救我们的保护者欢呼。我们要以感谢的心来到他面前，我们要向他欢唱颂赞之歌，因为上主是大能的上帝，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他统辖全地，从最深的地穴到最高的山峰。他管理自己所造的海洋，他管理亲手所造的陆地。来吧，我们来俯伏敬拜，来向创造我们的上主跪拜。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牧养的子民，是他带领的羊群。你们现在听他所说的话吧，不要顽固，像当年在米利巴的祖先，不要像他们在旷野，在玛撒时一样。虽然他们看见了我为他们做的事，仍然在那里考验我，试探我。40年之久，我厌恶这些人。我说，他们是多么不忠，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因此我在愤怒之下发誓说，他们绝不能进入我本来要赐给他们安居的地方。恳求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牧养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救恩。为这几天，特别是昨天的151次的有感地震祷告，求主保守看顾在花莲灾区的人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